乘搭電車坐喺樓下，車一路行，走到紅燈前停落嚟，正好係停喺另一邊反方向嘅電車站旁。嗰邊站上亦都停咗一電車，車頭嘅門開住，有乘客魚貫落車。我望過去，有一位乘客探頭問司機，離跑馬地仲有幾遠？司機話：你乘錯車啦，呢架車係去上環嘅，你快往對面車站改乘車往回行。嗰人聽咗十分懊惱，我睇佢好不情願地掏咗2蚊出嚟付款落車，然後步過馬路。我心想，你該慶幸能及早發覺方向錯咗，不然越走越遠，要回轉更費事。再講，虧得只不過係乘錯車，人生中唔少遭遇，往往走咗歧途後，一失足成千古恨，恨錯難返。正如濕疹呢個病嘅形成，取決於人體中一個關鍵嘅抉擇，一旦選擇錯咗，就好似走咗歧途，若不糾正，只會越走越遠。要解釋，先得繞一個大彎。人體中有一個免疫系統，掌管防衛軍嘅職責。每當免疫系統遇到非我唔係身體內原有嘅物質時，有一種樹突細胞 dendritic cell 會趨前迎敵。具體嘅做法係包圍呢啲物體，並將其吞食，之後取小部分放喺細胞表面示眾，呢個叫呈示免疫元 antigen presentation。呈示俾邊個睇？主要係 T 型淋巴細胞。T 型淋巴細胞作出嘅免疫反應基本上有2大類，分別簡稱為第一型 TH1 同第二型 TH2。第一型嘅對策好比係同敵人近身扭打，至於第二型則請係放暗器，由白血球分泌抗體 antibody 把敵人嘅抗原鎖上，之後先至再進一步痛擊。試用實例解釋，喺器官移植中，一個他人嘅器官被安裝到新嘅身體中，喺新嘅環境中，被移植嘅器官成為新主免疫系統從未見過嘅敵人，於是會被後者排斥。呢個排斥嘅功能屬第一型免疫反應。另一方面，若有霍亂細菌進入，免疫系統亦會抵禦抗之，用嘅卻係分泌抗體嘅方法。嗰係一個第二型反應嘅典型例子。上述都屬免疫系統正常嘅操作，對付嘅都係敵人，但免疫系統往往會擺烏龍。佢哋趨前進攻嘅可能唔係敵人，而係自己身體中嘅部分器官。跟住免疫系統各細胞會倒戈相向，主要原因之一係佢哋之前從來冇機會碰到過呢啲自己有，一見之下不免會誤會以為係外來嘅敵人。喺呢啲烏龍嘅操作中，亦一樣可以有第一型同第二型之分。隨手拈嚟嘅例子，前者有關節炎，後者有濕疹。